欢迎收听文言良语，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呢，已经显明出来了。新约圣经提多书第2章11节。2000多年前呢，天顶真神耶稣基督，伊为着要救咱世间人的罪呢，降生来到这个世间。伫降生前700多年前呢，神就透过着以赛亚先知安尼讲：，既然有迄期的人呢，拢要看见神的救恩啦。人不但要听见，而且要再家己亲目睭看见，而且会当相信，搁在厝呢，毋免开半仙钱，会当白白去领受到神救赎恩典。所以无论你信主以前，因为还未相信耶稣，毋知这个灵魂罪恶可怕，犯了真侪罪。但是亲像圣经约拿书第1章内面所讲的，救恩是出自真神的。伊若是要怜悯什么人吼，伊就要怜悯什么人。这是神怜悯特赦人的主权，人袂当来向天顶的主来计较什么啦。因为神的救恩呢，是要救赎咱这个世间的罪人。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十字架苦行咯，伊为着世间人担了这个死味的代价，因为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，所得到完全啦。所以伊福音的真光呢，才会当照耀坐伫迄个黑暗当中死荫内面人，甲咱世间人的信仰的生活的实际呢，来影响着平安的路上。所以虽然咱以前还未信主，是做罪的奴仆，做罪的奴才，现在呢，却对罪恶当中，互福音人员存着怜悯的心来抢救出来，有机会呢，对心内来述说所传互咱的得救的道理，互一个罪人会当对迷路当中来转回，就救了一个人的灵魂未死，并且呢，也砍了真侪罪。希伯来书第9章第7节咧讲按照定命，人拢有一个死，并且呢，死后还有审判呢。神疼世间人，伊无爱咱人类将来死了后，沉沦伫迄个永恒、永远刑罚的这地狱内面。伊永远呢爱咱人类，要将咱人类来进入迄个天堂。神救咱，伊圣调咱，毋是按照咱家己行为，乃是按照伊的旨意甲伊恩典。这个恩典呢，是万古以前伫耶稣基督内面要赐予咱的。所以，迄个赐诸般恩典的神，伊捌伫耶稣基督内面调咱，互咱得享伊永远的荣耀。但咱若是讲暂时伫这世间受苦难了后，伊的确要亲自成全咱，坚固咱，赐予咱力量，互咱会当得到荣耀，并且照明咱心中目睭，互咱知影讲伊的恩调有何等的指望，伫众圣徒得基业当中呢，是有何等丰盛荣耀啦。就亲像担负真侪蒙恩典的人，因着耶稣基督救赎，就安尼白白毋免开半仙钱来得到称义，好互咱因着伊的恩来得到称义，可以凭着望来成就永生。咱毋是讲要废掉神的恩典，这个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，耶稣基督就突然死了。这就是讲罪做了王，互人死；照样呢，恩典也借着义做王。互咱因着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得到永生，因为罪工价就是死啦。多多神的因素呢，伫咱主耶稣基督内面乃是永生，所以咱又要借着耶稣基督，因着信心，伫进入咱现在所起的恩典当中，并且欢欢喜喜望永生的荣耀。神的救恩也要临到着咱这的外邦人，就是神选民以外的人，互咱会当悔改。得神圣洁的生命，这是每一天真基督徒应当来感谢阿罗神的原因啦。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呢，已经显明出来了。新约圣经提多书第2章11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的收听。